做咗慈善都冇得扣稅。我啱啱買咗慈善首映禮嘅戲飛，做慈善喎，點解冇得扣稅呢？因為根據香港嘅稅務條例啊，如果你係想呢一個慈善捐款可以扣稅嘅話呢，必須要係一個無償嘅一個捐獻嚟嘅喎。好似我咁買咗慈善首映禮嘅戲飛，因為其實我係會去睇嗰套戲，可以有一個嘅享受啊嘛，所以咧呢一個嘅捐款其實咧係唔合適咧喺呢一個稅務條例底下咧去到扣稅嘅喎。亦都包括購買一啲嘅慈善獎券啊，或者出席一啲慈善嘅晚會啊等等咧，呢一啲全部都係屬於有償嘅消費嚟㗎。所以雖然受惠嘅機構係一間慈善團體都好啦，對於嗰個捐款者嚟講咧，都係唔適合㗎。所以大家要記住啦，當你去到做慈善嘅時候咧，如果想攞到慈善捐款嘅扣稅額咧，就必須要係無償捐款先至可以㗎。